澳門係一個好舊式嘅社會嚟嘅，從過去到現在，其實係喺個經濟轉型之下，其實我哋個經濟發展得好好。咁但係其實個文化或者其實個民間嗰個對嗰啲唔同嘅事物睇法咧，其實可能都仲係好舊式，即係我哋人際關係好重嘅。但係其實你見到80後走出嚟就發覺，即係唔係呢件事啦，已經其實我哋發覺要有一個制度，或者我哋一個更加之公平嘅制度咧，點樣去解決我哋之間嘅矛盾？以往可能其實就係大家都識嘅，咁就大家傾掂數啦喺後邊。咁但係而家發覺就係人越嚟越多，利益越嚟越複雜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即係幾十人坐埋一齊去傾掂，即係我哋嘅矛盾。而家我哋想有一個制度，但係問題就係年輕人都其實你見到㗎，即係佢話你有咩方法解決我哋嘅需要啊？即係以往政府就好簡單，就係你只要俾咗份工佢哋做，就將來一定會安居樂業嘅。但係而家唔係，因為而家你有工，你都未必一定保證得到你安居樂業。咁你點解決呢啲方面嘅生活上嘅矛盾咧？社會上嘅矛盾咧？其實佢哋希望有個制度去改變，但係而家未有咯。教授咧，你啲學生點樣睇河蟹呢樣嘢嘅啫？咁呢個就其實即係呢個我都係一個我諗係一個符號啦。即係其實去抗衡緊某一些嘅佢哋唔好中意一啲嘅社會文化啦，或者覺得唔係好配合翻呢個時代嘅一啲嘅社會文化啦。譬如即係頭先都講到即係啲文化問題，澳門嘅上一代即係你形容得好似一個好農村式嘅社會，大家就傾掂數啦。青年啊，我哋有啲青年社團要你參加啦，咁循規蹈矩跟住翻套大人嘅規矩跟住上齊咁，好明顯而家嗰啲嘅青年社團就似乎配合唔到我哋啲80後啊90後嘅青年嘅需要，同埋你發覺佢哋成個組織方式都全部唔係透過啲什麼理事長啊、會長啊、會員大會，而係透過個網上 Facebook 啫嘛。咁我都睇咗唔少啦 ，Facebook 啊或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網上媒體去組織嘅，根本佢哋都唔需要什麼嘅發言人啊、會長啊、理事長走出嚟嘅，咁佢哋就自然組織咗一班咁嘅人出嚟嘅。咁好明顯，即係而家即係喺個經濟發展之下，喺個資訊咁流通嘅情況之下，即係沿用緊一套即係幾個人坐低傾咗呢啲，似乎解決唔到佢嘅需要啦。同埋另一個都好重要嘅就係其實佢哋會眼見咧，就係其實喺個經濟成長過程入邊咧，自己嗰個購買力其實越嚟越差嘅。即係呢個可能嗰個人工咧，嗰個 number 咧就上升緊，但係其實咧嗰個 number 上升咗咧，其實根本就可能仲差過以前嘅購買力嘅時候，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嘥嘥地氣。如果不然都係要爭取一啲自己可以發聲嘅機會啦。不過我覺得呢度仲有一點可以補充咧，就係其實即係年青人唔需要再依附過去嗰種嘅傳統嘅社團嘅模式，即係我要靠一啲社團，我要靠現有嘅力量先至能夠令到我可以得到我想要嘅，而係我哋走出嚟。我可以靠我自己嘅能力去參與，去爭取我自己嘅權益，即係同以往嗰種即係等住大家有力嘅人士或者係社團總嘅社團去幫忙去解決我嘅生活咧，係兩個唔同嘅東西嚟嘅，係兩種唔同嘅模式嚟嘅。你預計呢種嘅社會能量會去到一個咩程度，或者會達到一個咩嘅範圍啊？一種咩力量？因為會唔會好似香港咁樣圍堵立法會？你會唔會覺得澳門有呢個有可能，一個肯定唔係短時間內嗱，將來唔知啊呢個。但係我諗其實呢個係其實所有城市經濟發展個過程裏邊都面對呢個問題㗎啦，咁你一定會有一班有學識嘅人走出嚟去抗衡即係舊有嘅制度，希望去改變，去透過自己嘅參與去改變個制度，而去到一個地方就係喂，原來個現有嘅權力係唔容許你再繼續前進嘅時候，咁咪可能會有再激烈嘅狀況出現咗咯。咁但係現階段其實你都見到，琴日啲年輕人都好溫和啫。就算佢哋講嘅抗河蟹都係講緊，喂，我哋唔想用一種舊有嘅模式去傾掂數，而係我哋應該要將所有嘅嘢攤出嚟講，點樣去有制度咁去解決個問題啊嘛。呢個而家就亦都係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就係講青年人嗰需要係啲乜嘢咧？我覺得我哋作為成年人其實都要考慮咯。好簡單，以佢琴日提出嚟嘅嗰3個主題，其中一個亦都係話促就業、建公屋。呢個亦都係可以講係全澳嘅一個基本訴求。成年人面對，年青人同樣面對。今日呢段時間，好多香港人成日都會即係講緊澳門有現金分享，又醫療券，咁點解都冇辦法解決到個問題咧？咁好清楚嘅，其實因為呢個都係涉及到一啲比較深層次啲嘅問題。派錢冇問題啊，冇人利益受傷害，人人都錢，因為用公帑攞出嚟。咁你估政府知唔知道建公屋同埋保就業
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咧？係完全知噶嘛？但問題就係咁點解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錢有錢地有地，我哋點解唔可以去增建公屋咧？點解應承咗個承諾全部都做唔到？甚至07年應承2012年之前建成19000公屋，而家睇嚟絕對係都冇可能起唔到1/3。喺咁嘅情況下，市民當然有個好大憂慮啦。咁點解會政府做唔到啊？係咪真係冇能力咧？嗱，好清楚呢度有背後嘅層次，就因為好多房地產商嘅利益喺度。呢啲房地產商嘅利益，又偏偏呢一群人又可能正係喺300人嘅小圈子裏邊，咁佢對政府嘅影響就非常之大，導致咗政府即使你聲音好強，佢都只能夠係呢邊係咁以做下，而最主要就係應付呢邊。咁另一方面就係就業嘅問題，亦都同樣。你話就業點解澳門10年個經濟都咁好嘅時候，我點會有一啲連阿譚伯源都承認建築工人、建築行業係重災區？喂，你話我哋需要幾多建築工人啊？點解會變重災區㗎？咁大家都知啦，邊啲人用得最多外勞，邊啲人用得最多黑工，其實亦都同咧嗰啲特權利益階層好有關係。而呢啲特權利益又係顯示喺嗰個小圈子選舉裏邊嘅時候咧，咁呢啲問題就變成你冇得解決㗎。你除非我真係可以崔生我下定決心我要做呢樣嘢，但係問題5年之後你要靠佢喎。咁啊嗱，咁呢個就難在呢度啦。所以政府好似做咗好多嘢，5·1前做咗好多嘢，但係呢啲全部都係隔靴搔癢啦，皮毛嗰度掃下，亦唔能夠真正解決到個居民嗰個最關注嘅問題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始終呢個問題唔喺呢個層次上面解決嘅話，係冇辦法去真係妥善到處理。有啲人話即係現屆政府啊，崔生咧接收咗上屆政府不要政治負債，即係佢第一樣咧，即係唔知教授同唔同意，同埋就話喂佢真係接收咗呢筆嘢，佢點樣扭轉呢個叫弱勢嘅局面？我諗就唔係完全負債嘅，其實你見到即係何厚華嘅年代其實。最第一屆其實佢做咩人你都話好嘅，因為你由個谷底上翻嚟係咪先？即係到第二屆你發生，其實亦都好正常，就係你個城市發展到嗰個階段，你其實過去嗰啲嘅住屋啊、勞工問題根本上不嬲都存在，只不過你經濟起飛嘅時候就出現咗啫。所以其實就係一個延續，就係我哋一定要下一個階段我哋要解決啲問題。只不過其實第二屆何厚華冇好好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而延續咗落去就繼續我哋要繼續去承受翻呢一個嘅問題存在啫。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我諗就唔係政治負債，而俾一個咧何厚華咧就將嗰啲問題咧我唔解決住就推落下一屆。咁而家現屆政府可唔可以唔解決咧？我唔知道。佢亦都可以有，如果佢有能力將啲問題再推落下一屆政府度嘅，咁佢咪推咯。咁問題始終會存在。咁澳門嗰個所謂社會和諧啊穩定其實唔係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咯，即係我哋搞一陣嘢，跟住出現咗好大一個較為亂嘅狀況，跟住政府又做多少少嘢，市民又會開心啲啦，跟住我哋又繼續開心完之後又亂過咯，咁其實就會變成一個咁嘅循環啫嘛。而家點收拾呢個攤子啊，梁生，你覺得？呢個我覺得咧，當然即係我崔生，我唔知佢會攞出幾大嘅力度出嚟咧。即係一個譬如開放啲嘅政制，或者當然呢個好長遠啊。即係包括咗點樣吸納一啲唔同階層市民嘅聲音。即係你起碼就算即係呢個即係馬上政制不能開放都好啦，你都起碼可以吸納多啲唔同市民嘅聲音，起碼可以讓市民可以參與多少少喺政府入邊，而唔係即係可能只係300人啦，或者甚至乎澳門好多人都根本知道嘅利益集團入邊，咁會令到嗰個成個施政會多啲市民參與嘅時候，會起碼好過而家即係所有嘅嘢都即係喺個又唔係好黑箱，但係又全澳門市民都知道搞乜鬼嘅時候，咁就將個矛盾就越嚟越激化嘅啫。好啦，咁今晚咧多謝晒3位參與，下一節仲有其他嘅時事話題，下一節再見。